我一直以嚟都維持住上堂進修呢個習慣。每當我覺得某啲課程幾好嘅時候，我都會介紹俾身邊嘅一啲朋友，包括係我嘅團隊同事、商會會友。但係令我最頂唔順就係有部分人會講呢啲嘢冇乜大不了啊，我早識晒㗎啦。仲有啲人會質疑呢啲幾百幾千甚至幾萬嘅課程會唔會係呃人㗎？萬一俾人割韭菜點算啊？有時佢哋連100幾十嘅課程都驚俾人呃，我差啲忍唔住鬧佢哋。你去卡拉 OK 使幾千蚊開一支超級市場賣200蚊嘅酒就唔驚俾人呃，去 LV 使幾萬蚊買個膠做手袋又唔介意俾人揾笨。冇錯，市面確實係有質素參差嘅課程同埋導師。咩先係割韭菜呢？就算你報咗一個完全冇用嘅課程，最多都係使幾百幾千，最多幾萬蚊。呢筆錢唔細，但係絕對唔會蝕到你傾家蕩產。我實在唔明白點解咁多人成日擔心，究竟驚啲乜呢？蝕幾百幾千幾萬蚊會蝕到你破產咩？前哈佛校長德里克博士講過，如果你覺得教育好貴，不妨試下無知嘅代價。你知唔知？只要你肯使幾千甚至幾萬蚊，多數時候你已經買到嘅係頂尖嘅知識。但係好多人就因為做生意一個無知嘅錯誤決定，隨時蝕幾百幾千萬，甚至乎連全副身家都冇埋。但係到事後回頭睇，原來可以避開呢個錯誤決定嘅知識，一早就擺喺眼前。當時唔係因為冇錢，即係心裏邊驚俾人割韭菜，驚俾人笑自己係傻仔，所以唔肯去學習。冇錯，進修嘅過程裏邊總會行一啲冤枉路，可能報3個課程都發覺幫助唔大，白使錢。但係只要第4個課程裏邊有1、2個重點係對人生有用嘅，哪怕只係少少嘅提升，前面使嘅錢都值啦。跟住有啲中意包拗嘅人就會講，咁我唔報前面3個，直接去第4個咪得咯。我以前都係咁諗，後尾先醒覺，好多時候正就係前面3個嘅課程起到啟蒙作用，先識得分別第4個係好嘢。情況就好似有啲女仔拍拖，前面遇見3個都係渣男，先識得珍惜第4個遇到嘅好男人。所以學習之路縱使有迂迴，但係從來都冇白行嘅。我係 Anthony Liu，香港 BNI 高級董事顧問，關注我，了解更多青年人創業同埋中港人物。